大家好，今仔日要甲大家介绍的俗语是大箍好看头。伊的意思是讲，一个人看起来汉草真好，应该是气力真大，甲人相拍嘛袂输的款。毋过事实甲看起来煞差真济。一个汉草好的人，一点仔拢袂牵得拍，就亲像 Russia， 互人的感觉是一个强国，因人济，军力设备拢不正厉害。伫咧侵略乌克兰进前，伫遐气牙牙讲，几工就要甲乌克兰攻来。毋过已经过冬外，根本就无发生。所以讲 ，Russia 只是大箍好看头尔尔。以上，感谢收听。